翠暗是名字已经是死啊！总统蔡英文伫昨先到翠暗工厂去关心生产的状况，伊嘛特别感谢民间的企业甲政府共心做伙来防疫。伊伫面册顶面嘛公布参访的内容。真的大家非常辛苦啊！这个日以继夜的工作，而且是1天3班的这个生产啊，非常的辛苦。那我也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所有在线上工作还有投入的我们国军的志工，还有我们后备的同仁。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努力了。为了翠暗会使稳定的出货，所以讲采取统一采买、调控甲计销公部嘛，增加卡手去协助，希望讲迎合这个产能最大化。总统蔡英文嘛讲，下来会继续提供资源和新的机器甲设备到位，也毋过嘛呼吁将这个翠暗呢，然后破病民众，也是讲医疗、防疫人员等等上个需要的第一线人员。